第8日，阿富汗嘅毒癮問題。主啊，你愛阿富汗。阿富汗係世界上面最大嘅鴉片生產國。吸毒嘅問題唔單止影響其他嘅國家，更加帶嚟自己嘅國更多嘅吸毒者。就好似卡西姆呢個故事一樣，不斷咁喺阿富汗發生，甚至咧越嚟越多生活喺貧困同埋絕望中嘅婦女同埋兒童都成為毒癮者。佢哋咧被家人排斥，甚至整個嘅社區都感到羞恥。耶和華靠近傷心嘅人，拯救靈性痛悔嘅人。呢啲吸毒者雖然被毒癮捆綁，但係佢哋仍然係上帝所愛嘅子民。求主釋放佢哋脫離深深嘅捆綁同埋恥辱。主耶和華，誰能像你救護困苦人脫離那比他強壯的，救護困苦窮乏人脫離那搶奪他的。感謝主，你差遣你嘅工人喺阿富汗服侍呢一群被遺棄嘅人。求主保守佢哋嘅安全，因為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主係呢啲工人嘅避難所，係佢哋嘅山寨，係佢哋嘅神，係佢哋所依靠嘅。主啊，求你差遣更多嘅基督工人進入阿富汗，幫助呢啲吸毒者，將希望帶俾佢哋，將福音帶俾佢哋。禱告奉耶穌嘅名，阿門。